过来消息哦，过来看东山会认定讲救国团是国民党的组织，61笔土地，16亿3000万的现金，国家要收回去。最近哦，国民党的立委游和等37个立委提案要来修正东山条例，外界嘛质疑讲这是要帮救国团来解套。民进党的立委是批评讲，国民党的人数较济，就无法无天，呼吁民众党哦，就爱徛伫正义的一边。经营超过1架座的救国团金山青年活动中心，因为被判定是不当党产，去年底结束营业，收归国有。因为救国团被东山会认定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，61笔土地，16.3亿的现金转移国有，间接冲击到员工的生活，包含立委游和等37位立委最近提案修正东山条例，个别委员都有提出相关的提案当然都可以再做讨论。重点是行政机关如果不当的扩权，严重影响了公益团体的一个权益，也必须要来做检视。行政机关它是不是有不当的扩权之后，还对于许多的团体啊无限上纲的来做一个清算，权力的清算，国民党还去把这个公益团体啊，这个救国团。也算在这个清算之列。立法的草案版本认定附属组织但书，强调捌隶属国家的人无伫这限制，高速的寄放为东山条例公布施行之开始适用，不过也引起立委批评，国民党靠立委涉处无法无天。柯文哲跟黄国昌过去都是站在支持处理不当党产的一方，所以对于党产条例。是不是柯文哲、民众党、黄国昌应当起义来归呢？联合其他的政党变多数以后啊，要把它去受齐的这样的来把它给推翻掉的话，这个其实也违反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平性跟法的一个安定性。另外，呼吁民众党起义来归，不过民众党总调黄国昌回应，这案件无伫民众党团的优先法案名单当中。救国团也回应对立委提案修法表示尊重，强调政府应该善待每一个为国家服务的良善人民团体，共同创造国家的未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